我要可能我就别人哎，很远。只有你听懂，我俩是一家人，我俩是一家人。我知道，这个事情呢，老我懂。没有。李狗，放开他！要干什么？对吧？我进来。我当着这个你。你想要干什么？喝个水的功夫，你还在派出所里面打人？我俩在一起1年，只能动过2次手。我跟我老婆一向很恩爱的。我俩今年订婚了，房子都订好了，270平的大平层，600多。你不要跟我讲与案件无关的事情，好吧？不管你以前对你女朋友有多好，你今天动手打了她，就是你不对。这个在派出所为什么要打你啊？我不是打了，就是掐。太害怕了。我这个事情其实我也明白了，我也觉得我没有必要去跟你在一起。那个视频你可以看一下现场当时是个什么情况。你看他这里不就扯我头发了？你看我要走，我不想跟他回去，然后他后面他不就扯我头发了吗？他又搂着我脖子嘛。然后你眼睛就把我眼镜踩了。我当时太害怕了。你们2个先跟我一起去调解室，先把你们这个问题解决了。你太过分了，在派出所还打他，为什么要打他？你把派出所当什么地方了？老婆，你对我事情过了，所作所为，你别跟他讲，回答我的问题啊！这会儿打起感情牌了是吧？是女朋友还是老婆现在？女朋友。还没扯证呢。你们2个到现在还不是夫妻啊，法律上的。老婆，你要对我起诉吗？只是要追究我的责任吗？妹子，你不要怕，我们都在这里。你不是救我，你不是救我。我这个事情其实我也明白了，我也觉得我没有必要去跟你在一起。我俩是一家人，你说不定。